章33到34节，在32节到48节，路加福音12章32到48节。在新约第100页，由我来攻读。你们要变卖所有的，周济穷人，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，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，就是贼不能进，虫不能住的地方。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，你们的心也在那里。你们腰囊要束上带，灯也要点着，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姻的宴席上回来。他来到叩门，就立刻给他开门。主人来了，看见仆人警醒，那仆人就有福了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主人必叫他们坐席，自己束上带，进前伺候他们，或是2更天来，或是3更天来。看见仆人这样，那仆人就有福了。家主若知道贼什么时候来，就必警醒，不容贼挖透房屋。这是你们所知道的，你们也要预备，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，人子就来了。彼得说：主啊，这比喻是为我们说的呢，还是为众人呢？主说：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？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，按时分粮给他们呢。主人来到，看见仆人这样行，那仆人就有福了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。那仆人若心里说：我的主人必来得迟，就动手打仆人和使女，并且吃喝醉酒，在他想不到的日子，不知道的时辰，那仆人的主人要来，重重的处置他，定他和不忠心的人同罪。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，却不预备，又不顺他的意思行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。唯有那不知道的，做了当受责打的事，必要少受责打。因为多给谁，就向谁多取；多托谁，就向谁多要。以上是今天的经文。我们请诗班带领我们来敬拜。今天要唱的曲目是为着纪念他。